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會一齊嚟誦讀一首兒童種菜，叫做《太陽》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開始啦。太陽，太陽公公出來了，向着大家笑一笑。太陽公公回家了，月亮姐姐來報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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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，加入會員贊助，多謝大家支持。